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GK 動漫。今日要講呢個話題，對我嚟講係十分重要，就係 YouTube 改制度。YouTube 宣布自2027年2月1日將大幅調整 YouTube 合作夥伴計劃，申請者嘅長片觀看時數門檻365日內從4000小時提高到8000小時，Short 片觀看90日內1000萬次增至到2000萬次，須於2027年1月31日前接受新條款。創作者若長期未上傳影片或觀看數歸零規定期限，官方將依條例取消其盈利資格。就我個人而言，剛剛做新手 YouTube， 舊制度要有1000人訂閱加4000小時觀看，要在12個月內達標已經有難度。而家新制度，出年1月尾就要達標。我個 YouTube 開始咗2個幾月就收到呢個消息，真係壓力爆表。冇1年嘅時間，接下來就剩返5個月，唔達標就要重新計算，真係頭都痕埋。舊制4000小時對新手已經有難度，冇人識，從零開始，自然開拉都冇人睇。每條片都要諗拍乜嘢話題，又要寫稿，真係唔係件容易嘅事。YouTube 好多話題都唔可以拍，每條片淨係可以拍幾分鐘，拍得太長就驚冇人睇。唔係每個人都會睇晒成條片，所以要有4000小時都已經覺得係有難度。現在唯一辦法就係做多啲片去爭取時間。我已經唔係年輕人，拍片製作過程中都係學習。好在有仔仔做電腦上嘅事情。做 YouTube 係我人生另一個挑戰，希望成功。我知道我拍嘅片有好多不足，但我會同支機仔努力去做，希望大家支持。好啦，呢條片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喜歡呢條片，就在留言區留言，畀個 like、訂閱，多謝大家。